林峰打造浪漫派對為太太慶生，張馨月谷胸打扮被網民踢爆着舊衫。現年45歲的林峰是圈中出名的好老公、好爸爸，只要不用工作的日子，便陪同太太張馨月和寶貝女格格周圍飛，享受天倫樂。適逢日前9月18日是太太35歲的生日，作為老公的林峰當然沒有怠慢，花盡心思為愛妻舉行浪漫生日派對。不過壽星女竟被網民發現而着舊衫。張馨月在社交平台分享派對上的開心時刻，並寫下開心的夜晚，感恩所見。見老公為自己如此花心思，當然甜入心。從照片可見，派對現場佈置得美輪美奐，入口處擺放了印有壽星女靚樣的易拉架海報，翼外牆內則以紫粉、黑三色氣球和鮮花打造成一片花海，營造浪漫氣氛。當中一個由老公 LF 為林峰速寫送上，寫有 Karina Happy Birthday 字樣的3層高精美鮮花圖案蛋糕，以及一個由氣球砌成的巨型心形裝置，最為搶眼 ，sweet 到爆。至於張馨月也打扮靚靚出席，一頭粉色長髮相當吸睛，配襯灰色露腰背心、藍色長袖恤衫及牛仔褲，谷胸晒馬甲線，展示 fit 爆身段，完全不像已為人母。派對上，林峰攬實老婆合照，甜蜜指數爆燈，更有傳他豪送逾100萬的翡翠手錶作禮物，而女兒格格也穿上一身可愛的白紗公主裙，為媽咪祝賀，幸福滿瀉。而其中一張大合照中，壽星女更被一眾男賓客包圍下穩坐 C 位，甚有女王氣派。不過卻有眼利網民卻發現張馨月疑似着舊衫，指她身上這套露腰裝束與去年拍照分享過的服飾極為相似，因此引起熱議。她也不至於買不起新衣服啊，她其實大可不必這樣，畢竟她擁有林峰啊。到底家用級的多低啊？但也有網民表示換個角度想，張馨月慳家都是美德，衣服無穿無爛，再穿也無問題。